大家好，我係人民力量嘅主席劉家雄。人民力量堅決反對教育局喺小學實行國民教育。教育局資助出版嘅《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揭示咗香港政府企圖用內地嘅中宣部嘅用語同埋方法，透過討論中國模式，包裝似是而非嘅國情教材，企圖推行掩蓋國家事實同埋滲入政治審查嘅洗腦教育。大家可能以為呢啲國民教育唔需要驚，但其實已經有小學仿照內地嘅中國少年先鋒隊喺校內成立國民小先鋒，進行軍隊操練同埋交流，增強對呢個政權嘅效忠。香港仍然有基本嘅言論同埋網絡自由，用中宣部呢種方法進行洗腦教育，喺短期內係唔會成功嘅。不過由小學至到中學嘅10年時間，足以培養出一個習慣講大話同埋虛情假意嘅小朋友。如果政府夾硬推行國民教育，只會令到小朋友冇咗普世嘅公民意識，後果非常嚴重。基於上述各點，人民力量絕不會妥協退讓，一定要求教育局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絕不讓洗腦成真。